有民众伫网络顶头买物件，说互店家传讯息威胁讲，若准无照时间去领货，针对刑法的部分呢是会当甲人判刑的。台北市法务局就表示，网络交易拢有7天的调度时间，民众是会当无条件退货。若准讲这民众甲物件定的故意唔去领，这部分就可能违法咯。 有民众伫网络打文，讲伊伫网络顶悬订物件，毋过货还未到，就互店家警告讲，若无领货，会照刑法355条来处罚，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含罚金。再互民众质疑讲，敢真正有安尼法律？安尼敢毋是咧威胁消费者？卖家说的好像不是法律里面的内容，威胁一点点吧，就是想说。 可能你不去拿，我就告你。其实很多消费者可能就会觉得说，我不喜欢的，然后就不去领。那像我们可能身为卖家，可能也不会说像是网络上那种威胁的，其实我们还是主要以自己吸收为主。台北市法务局表示，伫咧刑法355条，确实有间接毁损罪的规定。毋过法律所强调的是意图损害的事实。若是消费者是恶意落单，也是讲刁工故意毋去领货，刁工来乱的，有这项事实才算是违法。若是消费者只是收过无用，袂记去领货，店家就袂使乱怪罪，运费的损失该当家己担落来。 卖家这样子的，如果不取货，就要依照355条来处罚的这个条款，这个条款是无效的，因为依照我们消保法19条的规定，通讯交易在7日内都是可以无条件退货。那如果说消费者本身不是属于恶意弃单，就不会构成这个刑法355条间接毁损罪。自己吸收啦，因为毕竟你订单量这么大，那一定这种是不可避免的。店家讲，目前大概有1-2成的消费者订货定的煞无去摕。 虽然照消保法的规定，消费者伫咧7天之内会当无条件退货，不过店家也是希望民众若是订货就要去摕，双方互相尊重。若无店家就要家己去吸收2逝的运费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